年的限定古迹二轮分住所，经过重新整理，摇身一变成了二轮故事屋。它会考量到交通的便利性，还有民众服务的那个可及性，所以呢，就设置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路口。走进故事屋，透过馆内展示，可以更加了解诏安当地特色文化。艺术开口书、打拳头、布袋戏，就是我们客家三宝。了解完诏安客家三宝，还可以坐下来听故事。小朋友最爱的是志工妈妈的说故事时间。小明他们利用暑假的时候到那个福建的诏安展开寻根之旅，他们是去拜访张爷爷。精彩的在地故事一个接一个，每个人都陶醉在故事的世界里。故事是发生在元朝末年，然后那个张元子先生，他就为了躲避战祸所以就离开了他的故乡。透过精彩的在地故事，让孩子不跟家乡事脱节，也能和社区紧密连结。需要能够巩固我们自己族群的安全啊，所以就有一个联庄的组织。那这个联庄的组织就固定在每一年的农历的初5跟初6，哦，有这样的一个迎神绕境的活动。好不好听？好听哦，好棒！阿姨听了也很开心。大家记得哦，每天都要来，当你都爱来。翻修老旧派出所，二轮故事屋成为云林新亮点。除了吸引游客前来认识在地客庄动人故事，也是让下一代认同自己故乡与土地的美好所在。上课喽！当日都爱来，当日都爱来，当日都爱来。